係調酒師，追住對曼聯早年怒海巴西，後入電魚子，賣魚香茄子，米高打籃球，華仔送外賣，滿意未？爽唔爽？曼聯打敗香港隊，奪得一個獎杯，恥笑曼聯人士，表示曼聯對住業餘對手都要失波。謝家榮係調酒師，最叻耍最拳，最佳守門員，更衣室藏有珊瑚女兒紅。般奴話智撚蝕，你追定我追？做連奴整巴西烤肉，加拿祖話我係阿根廷人，利益卡斯米路，魚子賣魚香茄子，大賀龍食炒河粉，米高打開欖球入樽坐爆湯希頓，轉身射爆三家姐，華仔送外賣，協特仔有新單請及時關注。謝家榮係調酒師，追住對曼聯早年怒海巴西，烤肉電魚子，賣魚香茄子，米高打籃球，華仔送外賣，滿意未？爽唔爽？香港教練英國無業漢西木先生，在街遊蕩，問啱啱諗借20蚊買飯，劉家跳出波動拳，射上開台，門神湯匙出咗招，痛苦呻吟，香港上少林寺集訓，全員為港輕功飛去大球場，我問你死未？滿意未？爽唔爽？謝家榮係調酒師，追住對曼聯早年怒海巴西，烤肉電魚子，賣魚香茄子，米高打籃球，華仔送外賣。曼聯俾業餘球隊吊打，你滿意未？曼聯俾業餘球隊吊打，你滿意未？